世界球后戴资颖昨天在2019全英羽球公开赛女单决赛，以17-21、17-21不敌中国小将陈雨菲，仅获亚军。不过这场失利并不影响她世界排名，她将持续稳居球后宝座。总奖金100万美元，约新台币3105万的全英羽球公开赛，是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系列的其中一站，冠军可得1.2万积分，亚军则有1.2万分。世界羽球联盟 （BWF） 的世界排名计算方式是挑出最近一年积分最高的10场比赛加总累积。依据最新公布的世界排名积分，小戴资颖积分高达97647分，领先排名第2的日本女将奥原希望12314分。去年小戴资颖在全英完成2连霸，保住1.2万分积分。今年她获得亚军，积分只会小幅扣掉1800分，在积分大幅领先的前提下，并不影响她的世界排名。因此本周公布的世界排名，小戴渴望持续坐稳球后宝座，并将在位周数推进至118周。而拿下生涯首座全英公开赛的陈雨菲，去年止步4强，今年夺冠后，她将可一口气进账3600分积分。本周的世界排名预计将超越日本女将奥原希望，从世界第4跳升至世界第2。